叫耶和华的，耶和华甲因亲近，就是亲近遐个诚实求叫伊的，敬畏伊的，伊要听因的心所爱，也要听因的求救，来拯救因。三甲来吟圣诗，圣诗第179首，圣诗第179首。恳求上帝怜悯，恳求上帝怜悯，甲我施恩赐福，显出欢喜的面，阳光普照落幕，天下保佑救主法度。天下保佑救主法度，引带万民行主道路，请起立吟全首。万信独一全能的父上帝，创造天地，一切有看见、无看见，万物的主，万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伊伫一切世代以前，对父生的，对上帝出的上帝，对光出的光，对真神出的真神，是死的。 毋是受造的，较袂同体，万物对伊来创造，伊为着咱人，甲为着咱的拯救，对天降临，对圣神照在世度巴利亚实施加罪行，伫本流给咱多进来，为咱顶十字架，受难埋葬，照圣经所记载，第3日5月。 上天现在坐伫爸的正面，伊要伫阳光果临来审判活人甲死人，伊的国有强有神，万神守护活命的主圣神，对爸甲囝存，对爸囝当受敬拜，当受阳光，伊捌发先知讲话，万神一个圣公同。 属路的教会，阮告别一个会得赦罪的洗礼，阮希望死人国外来世活命，阿门。
请掀开圣诗后壁K 英文第21篇，K 英文第21篇，也就是诗篇的100篇，三角来启用。全地拢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。唱歌来到伊的面前，咱是伊创造的，咱是伊的百姓，就用感谢入伊的门，就感谢伊学了伊的名，伊的慈爱到永远。咱搁三角来念圣诗第456首，圣诗第456首，耶稣的手扶持我，耶稣的手扶持我，安稳伫伊胸前，仁爱那因约接我，互我灵魂安宁。温柔疼痛的声音会解我心忧闷，对阳光天堂降临。常常安慰施温，请起立，因全首。
请坐。请咱三角拍头倒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满满的恩典，予阮搁一届自一伫遮来学劳你。感谢你伫即礼拜，予阮每一个人拢得到你所赏赐的平安。主啊，愿台湾即个土地所有的人拢尊你的名做圣。当台湾伫咧庆祝建国100年的活动的时，对中央到地方的政府机关，因咧办活动的时，会当将搁较侪经费来放伫心灵的建设面顶，互阮真心真意来感谢上帝，引带台湾100年。愿你的国临到台湾即个土地，大家尊主最大，照主的教示来行，也求主怜悯遐毋捌上帝的人，赦免因的罪，互因赶紧认罪来归向主。主啊，而且阮也要为着教会中兄弟有人破病，有人身体欠安，也是厝内底有人帮助温调的兄弟，因的遗作来代祷，求主亲身来安慰因，伊伫遐的破病的切掉因的目屎，来坚固因的信心。本会中的青少年，因要出外到外县市来读册的时阵，求主害因聪明智慧来读册，也求主保持因的信仰专心来挖靠耶和华，互因伫一切所行的事上，拢总认捌耶和华，互因伫上帝甲人的面头前，拢得到恩典甲好名声。主啊，今日是上年纪念主日，求你将长久的日子、长的岁寿、健康快乐的身体，以及平安恩惠，拢加添伫英国教会的士大人身上。你的主爱，你的诚实，永远袂离开因，直到永远。感谢主，无罗主，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